屏东市区的路口呢，最近是新设一款人行道甲停车位，不过呢，煞引起附近交通的问题。原本这段路呢，车是袂少，嘛因为这车道呢收缩，造成大塞车。有民众是袂惯势，这转弯的角度拢会去切到人行道，所以顶礼拜相关单位去到现场来会勘。也那市公所呢是表示讲，若准民众适应不良，安尼会个建议改善。 汽机车来来去去，毋过详细看，这搭路口转弯的人行道，敢若画较大架。这是屏东市华正路和庄敬街路口，为着配合附近和平国小通学步道的计划，12月初市公所设置标线型人行道，搁有停车位。毋过因为和英国交通管线无同，车道变较矮，汽机车共道煞造成塞车，引起袂少民众反弹。 毕竟这个幅度太大了，因为那边有红绿灯嘛，对，他车子就排到这边来了。这边也红灯的话，那个救护车根本没办法过。站在我们的立场，我们是不反对人行道去做设置。你这个装上去可能会反弹声音一定会很大，因为你转弯弧度已经受限了，你再加上一个防撞管的话，第一个影响到行车的视角。 原本阁有装防浪的条仔，但是伫国土署、县政府和里长现场会勘了后，就提掉啊。实际到路口观察，确实有袂少民众转弯会徛去人行道，甚至直接甲车停咧遮。因为路口无大，车道收缩，车辆就会塞伫路口，尤其是附近阁有病院，救护车出入拢会影响到。用这个方式能够让驾驶人能够让他减速，然后在汽车转弯的时候，不要说用急切的方式，能够。 速度降缓，然后也减少 A、B 柱的阻碍，能够清楚看到行人。实在没有办法改善那边的塞车状况，我们再研议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，也兼顾行人安全，也兼顾用路人。这几年中央政府拢大力宣导过路人的安全，嘛是予国小学生一条安全的道路，才会做标线的调整。工务科表示，会等工程完工了后，搁和国土署、县政府参详做调整，兼顾过路人参汽机车双方的用路安全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